上欢迎我们的第一组陈义仲、许艺璇。第一组是来自台南的陈义仲和许艺璇，搭档1年的他们，曾经获得亚洲杯业余国际标准舞公开赛5项的亚军，和风城杯业余5项拉丁的冠军哦。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 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。夜生活都为了衣食。 浪奔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淘盡了世間事，混作滔滔一片潮流。是喜是愁，浪裏分不清歡笑。 悲憂，成功失敗，浪裏看不出有未有。愛你恨你，問君知否？似大江一發不收，轉千彎，轉千載。 亦未平復，始終爭鬥，又有喜又有愁。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，仍願翻8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夠，仍願翻。 千浪在我心中起伏。谢谢义仲跟义璇带来的《夜上海》。我觉得这一组呢，是我周冠军这样子一路下来看到，我觉得他们蛮用心的一组。 但是我很讶异，因为资料上显示你们2个年龄的差距其实差蛮多，可是我从外表看不出来。我今年27。27岁，那义璇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17。啊。